萨的精神，这是效法伊所发的自心之愿。修菩萨道的人，即能发菩提心，即利人之心。发菩提心就是利人之心，利益众生的心就是菩提心，就是菩萨的心。透过利人过程中完成自我的目标。咱今日透过利人的过程中完成咱自我的利益。咱若无去度人，咱唔知讲人安怎度，对不对？咱若无去度人，咱知人安怎度无？唔知。咱若无透过讲三宝，咱知三宝真正舒适。咱若无透过成全人的功夫，咱唔知叫做成全一个众生，叫人家辛苦。所以这个当中就是互咱自我的力量，利益力量，自利利他中提升到能发菩提心行的时阵，伫这个自利利他，咱其实是利他，唔过咱嘛自利。自利就是啥？就是只要讲今仔日做一个比如，我要来台北站经理讲，我你做这个去台北我知啦。其实伊在我前，我后伊嘛办，但其实是更到处我阿个台北，我就爱去做阵。安尼其实咱讲利人，其实是利人；咱讲度人，其实嘛度大家。对。所以这就是讲利人，伊目标是利人，但是已经到最后利人。你啊无真啊，讲在跟你讲在我要你台北，是不是？伊等于告诉我都是台北，我还要再回来，对不对？其实是伊较是业外的。当然你平常我其实靠在我是做上主的，其实就是伊告诉我，所以这款的经验呢，实在是。伫迄个自利利他中提升到菩萨的心性，菩萨心咱袂用听好看好，一字一字看好。菩萨的心心就是用菩萨心，行就是用用的时阵是绝不容易，极不容易。所以有当时咱经常真正要发这个菩提心。